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2月15公司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什么新闻重点。因为强烈大陆冷气团气象局针对19个县市发布低温特报，新竹、台北、宜兰这2天就要特别注意10度以下低温。福冈山公开新闻法师挥发了后摄离子的相片，网络说传讲相片是假的，福冈山强调讲相片绝对是真的。去年河拍来人台视编号5568的台湾乌熊，总是带地大雪山，拍死乌熊的能力嘛出席第一。新闻一开始来看，受到强烈大陆冷气团影响，中部以北天气较凉冷，气象局嘛继续针对19个县市发布低温特报。新竹、台北、宜兰今仔甲明仔载早起，都要特别注意10度以下的低温哦。今仔上低温是出现伫新北市的石门，只有8度尔。气象局表示讲，要等到拜5，各地温度才会明显回升哦。所以提醒观众朋友，都要穿好些。民众透早出门，感受到寒意，外套大衣包安安。受到强烈大陆冷气团的影响，中部以北的天气有较冷。气象局针对湘北、桃园、宜兰等4县市发布真寒的感染色警报。嘉南、新竹等15县市是发布寒冷的黄色警报。15拜三透早平地最低温是伫新北市石门，敢若8度；桃园的芦竹8度7，台北市的文山区是9度5。今天白天的时候，包含新竹以北地区、基隆这些地方，可能长时间温度还是在12度以下，整天都是比较偏冷的。气象局表示，这波冷空气虽然强，但过水汽减少，关山落雪机会无悬。西半部转为大冷的天气形态，中南部日夜温差大，拜四温度会小可回升，但过幅度无大，都要听候到拜5东北季风减弱，各地温度才会明显回升。北部高温可能伫23度左右。周五一直到周日白天，冷气团减弱，到时候比较偏东风的影响。尤其在17号周五这段时间，东风带来的水汽比较多，到时候东半部地区下雨的几率相对是比较高一点点。气象局提醒民众，这2天出外一定爱穿好烧。后一波冷空气会伫19号礼拜的暗时报道，到时阵东北季风增强，北台湾会阁转为湿阁凉的天气，不过也未观测到有转变做冷气团的趋势。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土耳其大地震，已经超过41000个人死亡，有真侪厝拢倒落，几10万的灾民有路无厝，先住伫政府提供的布棚。目前各地物资拢个真欠缺，灾民对政府嘛愈来愈不满。那么要请目前人搁伫土耳其灾区的记者冠芬甲志根，为咱来报道灾区目前上新的状况。好，主播各位观众，记者目前就是在土耳其的卡赫拉曼马拉什，那这个地方呢，也是这次强震的重灾区之一。其实许多民众的住家被强震倾倒之后呢，其实是无家可归的状态。那他们居住的地方就是像是这样子，由政府提供的简易的帐篷来暂时的做安置。那现在呢，我们带你一同来进到里面来看看内部长什么样子。其实进到里面来呢，可以看到其实内部的空间是非常狭小的。灾民呢，现在也打开他们晚上睡觉的地方，其实这样小小的空间就要挤将近8个人。那其实他们刚才私下也有透露说，其实认为说政府是说一套做一套的。让我们听一段他们的说法。Daha yardım olup yememize içmemize bakıyoruz. Başka öyle zaruri ihtiyaçlarımızı çoğunu karşılamıyoruz. 好，其实我们可以听到灾民刚刚是表达说，因为现在天气非常的寒冷，那坐在帐篷里呢，其实温度也是相对非常低的。希望政府其实可以提供像是火炉这一类的东西，让他们暂时的来做取暖。另外像是水啊、食物啊等等的物资，他们也说其实都是有不够的情况，希望政府可以尽早的来提供他们协助。以上就是我们在现场的最新情形，将时间镜头交换棚内。土耳其叙利亚大地震哦，死亡的人数搁会增加，嘛已经超过41000个人咯。地震发生超过1礼拜哦，也毋过目前是陆续搁有传出好消息，有人互救出来。也毋过目前的搜救任务嘛已经准备要结束咯。所来灾民的安置搁有中间，佮需要愈侪援助。事上遮尔严重哦，有真侪灾民嘛已经有创伤后压力症候群。世界卫生组织嘛正烦恼讲，灾区的卫生条件真歹，佮无清气的水，有可能会有传染病开始的团。伫哈泰省这个突救队下骹救出2个国外地的人，这已经是土耳其叙利亚攻进第8天，搜救人员真忝嘛真欢喜。
但是救援的工作渐渐甲重点是转去帮助特别冰点的气温内面无所在大无物件食的人。The rescue phase is dragging live people out from the rubble and finding those who died in the rubble. That's coming to a close. And now the humanitarian phase, the urgency of providing shelter, psychosocial care, food, schooling. 世界卫生组织表示讲，伫赈灾了后，各种援助的需求是真大，每点钟拢有新的项目，能够加起来有2600万人需要援助。وسجلوا على اساس تجي خيام على اساس يجينا شيء لحد الان ما اجوا. الحمد لله. 但是，佫有更较使人烦恼的问题要发生。 Indeed, severe damage to water and sanitation system. It's a great concern, and it increases the risk of waterborne diseases and outbreaks of communicable diseases. 南部伊斯肯德伦一个亚镇病院，对原本是收真侪地动受伤的人，到这几天开始发现有愈来愈侪人是心理出状况。 Now more of the patients are coming with the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all the shock that they have gone through during the earthquake, and all whatever they have seen. 在叙利亚被开队已经表示讲，在西北部灾区救生患者的任务已经差不多要结束啊。俄罗斯的搜救人员嘛讲，在2个救援工作就要收手，准备要撤走。总统阿萨德13同意和联合国对土耳其人员2个边境入口去运送救援的物资，嘛是大马士革当局态度顶悬重要的转变。因为过去以来一直反对国际社会向反恐军飞地提供跨境援助。联合国讲，叙利亚有900万人受到地动影响，呼吁捐助4亿美金。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地动抢救的黄金时间已经过真久了，也毋过嘛是阁有奇迹发生。咱国民间组织中华搜救总队甲土耳其当地救难队，同齐救出一个18岁的少年囡仔。另外，咱台湾的官方搜救队嘛已经坐包机返来台湾，大概伫下晡3点外就会飞到桃园机场。 这伫边仔看的人是真紧张，因为伫土耳其、叙利亚攻击发生198点钟了后，对着下骹同款有奇迹。民间非政府组织中华民国搜救总队，在和当地工兵和乌拓队的合作之下，经过4点钟，排除障碍，总算救出一个受困在内面的18岁查甫人。 穿红色制服的中华搜救总队成员主要拢是志工，差别去土耳其来到3天。另外一边是官方的台湾搜救队，是配合灾区的状况。96点钟的任务结束，返来台湾。130个人，5架搜救犬全部拢到伊斯坦堡的国际机场，机场的坡车拢无登过，感谢因对救灾的付出。We still remember that, and you still can see this story. Telling people 20 years ago, Turkish people help us. For this time. Now this time for your time. 任务完成，台湾搜救队今仔日透早在中央班机返来到台湾，按算伫下晡就会当返来到咱的国门。记者综合报道。 来看台湾帮助拉丁美洲甲加勒比海8个友邦伫疫情后来拼经济，提供友邦妇女的职业培训，嘛来帮助因创业。今仔早起嘛举办论坛，总统蔡英文甲巴拉圭总统做伙出席。蔡总统伫致辞的时阵是强调讲，台湾会斗3天。巴拉圭总统嘛正感谢台湾，互弱势妇女有机会。 疫情影响开发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弱势妇女甲青年受到严重影响。咱国协助拉丁美洲甲加勒比海8个友邦强化疫后的经济恢复，提供友邦妇女基职培训，学一寡专长，协助因创业。 努力拉比加论坛15头一遍举办，一寡友邦妇女来台湾分享成果。总统蔡英文甲巴拉圭总统阿布多亲身出席。蔡总统致辞时阵表示，台湾持续推动性别平等甲妇女赋权，提供创业所需要的咨询和资源，进一步鼓励支持更多的女性实现创业的梦想。这些计划有助于女性经济自主。 工作条件的改善，更能够培养出更多的成就感。蔡总统指出，台湾甲友邦深化合作，提供创业所需要资源，鼓励更侪女性创业。阿布多是提起咱台湾努力成功转型，互全世界拢看得到。
大丁美洲贫富差别真大，尤其女性是属有弱势阶层，面临家暴这个问题。透过政府的政策协助，也甲台湾大力斗相共，为所有阶层的女性创造更加侪环境，实现美梦。Y especialmente que con la ayuda de Taiwán hemos constituido por primera vez en el Paraguay el Fondo de Garantía para la Mujer, una plataforma de inclusión financiera destinada a las micro, pequeñas y medianas empresas lideradas por mujeres. 阿布多感谢台湾支持巴拉圭，双方有共同的理念，创造社会和谐发展，做伙合作，搁加强65年的邦交情谊。记者综合报道。疫情转好，也毋过最近一寡中小企业受到政府要求讲，因爱行前2档向政府申请纾困补贴的钱的公文哦，也正是表示讲防疫这打放零景气嘛阁无介好，因的压力是阁真大，望讲政府会当阁加互因一寡时间。疫情影响3年外，产业受冲击真严重。现主是防疫当咧豆豆开放，希望中央有提供贷款，予中小企业来申请。但是有企业表示，进前疫情期间的纾困贷款，现主是所有人要求爱一摆行了，压力是真大。也有企业认为，希望纳税会使有春秋的空间。疫情的时间比我们预期来的长的情况之下，现在政府如果需要一次性的收回这个纾困的金额，我觉得其实对于好不容易才从这个疫情慢慢结束，有一点点康复的情况之下，会有很大的一个冲击。今天一个公司它有几百人100人左右，它的劳健退可能加起来就极高。那这也是无法规避的。我在这个延缓上面，可不可以再多一点点时间？然后营业税是不是能够减半，在一个短时间之内？国发会景气良好，连续2个月拢是拿定。国机构也估计今年的经济成长率无悬。有企业表示，今年景气要是无看好，希望各方面拢会使有春秋空间。针对景气，学者认为，西方国家经济、政治情势无稳定，市场需求冻点等等，拢是无乐观的主要原因。捷安特的单车库存已经到了爆仓，整个手机的销售，尤其是高单价手机的销售是已经萎缩了一半，所以这个部分都不用怀疑。一旦消费信心也随之崩解，其实全球生产链它的整个经营成本就会上升。有研究机构估计，台湾要等下半年景气才会起崩，不过也是有学者无该看好，讲若要登起前几年的水准是真困难。记者郭文条随台北报道。再来看佛光山的创办人星云法师，虽然捌讲过，伊过往了后未烧出舍利子，也毋过第13，伊的遗体火化了后，佛光山嘛公开法师舍利子的相片，讲有烧出几台10粒的舍利子，也毋过相片就随风放伫拍卖网站，有真侪网友嘛转发来口说。律师是表示讲，业者偷用图已经违反著作权法，网友转发的行为嘛是侵权。圆圆色水无共的舍利子数量真济，在生的时阵讲家己无舍利子的星云法师，过往了13火化，最后烧出几10粒的舍利子。佛光山嘛公布相片证实，但相片山马上互偷藏去拍卖网站卖人造的控诉。律师认为这已经侵害到著作权。网拍业者盗用佛光山关于星云法师舍利子照片，而拿来销售，这已经触犯著作权法91条第2项的规定，可处6个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律师表示，若网友看到拍卖的相片了，转发去口说佛光山也是星云法师，不管是毋是雕工的，拢有可能是犯民法第184条的侵权行为。另外，有部分网友认为舍利子就是体内的结石。高雄中家进前负责星云法师的医疗团队表示，法师进前并无结石的问题。有关大师的健康状况是属于个人的隐私，我们团队无法做特别的说明，不过可以澄清的是，大师并没有结石的问题。佛光山以原本的档案证实相片是星云法师的舍利子，并解说星云法师讲家己无舍利子，是为着让世人对佛法的认知转去到根本，所以唔愿意强调舍利子的信用。想袂到还是伫伊过往了后，因为相片盗用事件引发议论。记者陈环宇、柯正俊高雄报道。来看泽文顶关心土地居住正义的团体，今仔早起指出讲，最近这几档国产署敢若设定土地上权的招标哦，就赚要600亿。
因是批评政府，若是讲到要起社会主体，就讲因找无土地，也毋过要卖钱，土地就真良伤。伊嘛指控政府家己就是炒作房地产的凶手。国产署的六张犁野区徛伫市区，台北市嘛有社会主体正咧遮起，毋过有民间团体参地位积极，即块土地就算讲全部用来起社会主体拢无够啊！国产署所甲一部分拨去设定地上权招标。美其名是这个叫做什么活化资产呐、实际上趁着黄牛房市大赚热钱，根本是对民众落井下石。立委统计，国产署最近3档设定地上权的数量有70几件，国标的金额要600亿，批评政府是甲国有土地加做趁钱的资产。嘛指出，前内政部代理部长胡景群话讲，2024社会主体数量有12万户，不过已经完工的才2万多户，呼吁政府应该重新检讨公有土地处分，唔通加做推升厝价的关头。对他们而言，就是说怎么样从国有土地拿到最多钱，就变成他们最大的使命。可是我们一直认为，国有土地作为一个全民的资产，它最重要不是谈它的货币价值，是谈它的社会价值。作运团体表示，应用个案要凸显的是制度的问题。另外，针对行政院长陈建仁提出使用权主体修法，要用比市价较低的厝租，互人长期税来大，不过就要一届6000。因认为社会接受度无悬，讲来讲去，厝价悬才是问题的关键。记者第一文向凯台北采访报道。今仔包括高雄、台州、台中、黎明、幼林园、各云林、岛内的云林科技大学主办市地中华区的自救会成员来到台北市的立法院来抗议。因表示讲，目前的法规只要地主表决人数过半，就算无同意参加中华的地主嘛必须爱加入。内政部是表示讲，因会信心来评估相关的案件。各地自救会成员上北去立法院，其中有居民抗议讲，原本伫民国98年解散的斗六市下甲营主办市地定位，认定讲这个建商因是照旧部甲换一个名尔。我们小小自救会能跟县政府要求人头去比对吗？哪有几个人头？我们也不知道是他有没有宠物还是灌人头的。中划案的核定通过，采取多数决议，也就是同意者的土地面积过半。也佫有同意的地主过半，达到双1/2的条件，少数无同意的地主就方强迫爱参加。这嘛引发亲像是斗六市分科大的开发过程的冲突，甚至讲还佫出现灌人头的情况。每一张纸就一个地主，所以他们就有投票权。所以可能1平方公尺就可以变成100个地主。如果是在筹备会发起成立申请成立前1年内，到整个重划完成阶段这2-3年内，小面积不足这个最小建筑面积的这个它就不计入。内政部地政司表示讲，照现行的规定，已经有做一寡限制，排除互人拆起的人头地主，还佫会斟酌来评估案件。政大教授徐世营伊是讲，中央应该采取和日本的法令同款，要有100%的地主同意，安尼才有法度彻底来解决各地自救会因拍价的所在，来实现土地正义。记者综合报道。国内各县市针对代理教师的聘期本地拢无啥讲，那都只有台北市是1年1聘。也毋过，伫开学进前，桃园市长张善政就宣布讲，伫111学年度开始，嘛要来实施1年1聘。昨台中、台南、高雄嘛拢表示讲，新学期开始会1年1聘咯。今仔中昼新北市嘛宣布讲，做法会甲其他的县市共款。工作无稳定，若是无减行政聘期10个月。真侪年来，大部分的县市以有算做理由，无予代理老师完整聘期。这个学期开学进前，全国敢若金门甲嘉义市的代理老师全年聘期，台北市爱继续聘才有。它多数都已经几乎到达快全年聘期的部分，它其实就差一点点而已。以台北市的一个财力来讲，我想这个部分应该要达成不是困难了。开学前，桃园市长张善政宣布，111学年开始，市内公立中小学甲幼儿园的代理老师实施全年聘期。已经聘任的老师未记了起聘的日期，延长到今年7月31日。
伫咧昨昏台中、台南、高雄嘛缀咧做。最主要是目前还在职的部分，我们就适用了，就保障他们的1年的年资，所以每个月呢都有到职的话，就算为是完成1年年资。新北市教育局昨是表示，为全年来聘期办理，但是真假使伊的预算希望中央来补助，但今仔日透早是宣布6都拢同款，而且全教总将苗栗县甲屏东县嘛确定实施。代理教师工会甲全教总强调，其他县市若是无要做，会当有期老师会离开。像我自己所在的南投县，我也会很担心，1个小时内都会打杂，那差了2个月快8万块的薪水，会不会有老师为了这个同情，其实是可预期的。全教总甲代理教师工会指出，中央修法才会当互代理老师有全年的聘期。教育部表示，为着有法院的依据，拄咧规划研究聘任办法，其中嘛针对请假、休假这款代志斗阵来参详。记者综合报道。即摆的新闻业务是愈来愈歹生存。今仔早起有一场公听会，针对所谓平台甲新闻媒体议价来进行讨论，望讲会当来定出一个所谓平台使用新闻付费的机制。立院立委15就所谓平台甲新闻媒体议价议题召开公听会，认为新闻媒体出现生存的危机，若做无设法改善，恐惊监督政府的第四权会死亡。集中讨论新闻有价议题，安怎建立上界适合咱国环境的平台甲媒体付钱的机制。当然就是说我们在市场上谈的是一个价格的问题。为什么新闻能不能继续生存，跟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因为新闻的价值，是无可取代的。因为我们谈新闻是第四权，所以它有监督政府的非常重要的任务。学者认为，新闻界代是新闻对民主甲社会贡献，所以真需要国家政策介入。世界各国以基金的方式辅助优质新闻，这才是长久的做法。立委是表示，去年12月，数发部举办世界新闻业者所谓平台的对话会议，可惜双方的对话拢无共识。政府的手是不能直接深入谈判桌的，这非常的重要，因为这个是两边的商业机制，政府可以有这个法令要求双边上谈判桌，可是他不能告诉两边说这个分润应该怎么进行。在4场的对话会议里面，新闻产业跟数位平台双方，都认同新闻产业跟新闻的价值对于台湾的民主社会发展是非常重要。那双方也有意愿认为应该要共同追求共荣双赢。学者也呼吁司法部甲国内媒体做伙投入法案的立法工作，甲议价谈判双方面同齐推动，安尼才有法度为双方的议价提供坚实的法律支持，早一日会当得到具体成果。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来看，英国广播公司 BBC 伫1月份播送印度总理莫迪的纪录片，让外界了解印度迫害穆斯林人权的历史。印度的政府嘛下令禁止播送哦。印度的税务部昨无通知，就去视察 BBC 为伫新德里甲面买的婚纱。外界嘛质疑讲这是政治对杀。BBC 办公室的大楼外客满媒体，警方不时伫赶，搁甲铁门关起来，严格核对访客身份。印度税务部调查小组10时来 BBC 伫新德里甲孟买办公室展开税务调查。BBC 的文章证实这个消息。税务人员讲，这是有法律根据的调查行动，若做发现违法，才会启动进一步的搜查。根据印度媒体 News18 报道，税务调查人员提走部分 BBC 资深员工的手机甲电脑，备份资料了后才行印。虽然税务部门指出 ，BBC 长期涉嫌以非法电价交易来闪税金，不过 BBC 伫1月17才播出印度总理莫迪牵涉到穆斯林人权争议的纪录片。印度不但下令禁播，个逮捕伫校园看片的大学生，也引起校园的抗争。外界质疑印度当局以查税名义，实际是干涉新闻媒体。No individual, no agency could be above the law of the country. And in an ongoing action that is being taken by
The Income Tax Department 莫迪所属的执政党甲负责媒体甲节目管理的资讯广播部，拢讲甲因无地带，表示税务的调查依法做代志。暗过查税事件也引起印度新闻媒体甲在野党的不满。यहाँ हम JPC की मांग कर रहे हैं अडानी के मामले में, और वहाँ सरकार BBC के पीछे पड़ी हुई है。国大党秘书长批评查税行动代表莫迪政府惊听到无共的言论。印度编辑工会也文章表示，政府想要以查税来转移焦点，通吓惊批评执政党的新闻媒体。印度一向未先台批评政府的媒体机构。印度编辑工会讲，2021年就有4间报道政府负面消息的印度媒体无定无持，互人查税。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韩国法院昨同意2个罗西亚的逃兵难民的申请，这2个人目前拢已经入境南韩咯，也毋过有第3个人并无核准哦，因拢是无想要互定调去乌克兰小镇，才会逃出国。勇敢拒绝入侵，毋望打向和平。为爱南韩律师向外界展示无爱战争的诉求，因协助3个俄罗斯人拒绝互人定调去乌克兰战场做逃兵，来到南韩了后，留伫个仁川机场。 무고한 생명을 죽이거나 무고히 자신이 죽는 일을 피하고자 여기까지 오신 분들인데 이분들이 먼저 요구한 것은 첫 번째 난민 심사의 기회를 달라는 것이었습니다. 3个人去年10月申请难民身份，遭受到当局拒绝，因为理由无够充分。经过4个月的争取，上尾也总算有2个人成功，因总算会当结束几落个月机场生活，刷落来行完数年的定数，得到正式难民庇护身份。 也若无得到资格，迄个会当提起上诉，毋过爱继续留伫个机场。 전시 등 병역 거부에 대해서는 인정을 해주신 것 같습니다. 즉 일반적인 병역 기피에 대해서는 난민이 아니라고 볼 여지가 있지만 적어도 이렇게 전시 상황에서 그리고 국제법적으로 비난받는 침략 전쟁에서 그 전쟁에 반대하고자 병역을 거부한 자에게는 난민 인정의 여지가 있다고 보신 것으로 저희는 판단하고 있습니다. 另外，还佫有2个比这3个较晚到的俄罗斯人，因同款伫个第一时间互人拒绝。目前照相关定数等候裁决。南韩已经签署难民国际公约，不预告当年敢若接受少数的名额。俄罗斯一个20岁查某大学生克里夫佐娃，因为伫个 IG 发表反战言论，去互人软禁伫个厝内，无法度上课。其中有一条是讲到去年10月克里米亚大桥爆炸案，乌克兰人应该真欢喜。当局指控伊替恐怖主义辩护，诽谤俄军。根据软禁的规定，禁止伊通电话，还佫有上网，并且会拄撞到上悬10年的牢狱之灾。公司新闻黄云玲编译。 过来消息来看，今仔透早6点外，高雄一个71岁查甫人赛车经过中华路甲新店路的界界哦，可能是因为心脏病发作昏倒，车嘛去弄到路边的6台奥多摆，这个老大人送病院急救，也毋过无救回来。警察弄车门无人回应，赶紧破窗仔门，所发现驾驶已经昏去。 驾驶紧急送病院，但车辆停来进前，连续弄边的6台车。他卡在里面。对对，他就是卡住，然后一直在眼前一直在碰撞。是老年人吗？老年人。经已通知许男家属到场，后续依规定报请检察官相验。 驾驶是71岁的士大人，有可能心肌梗塞造成车祸，送病院也是死亡。病院表示，驾驶到病院时阵身上无伤痕，为何死亡？搁爱警方来调查。但是高雄15号上气温敢若15度，体感温度14度，甲前一天比起来温差袂细，无排除是天寒引发。医师嘛提醒，有慢性病还是心血管疾病，当着熊降落来温度，一定要做好保暖。药物要携带，那或者是一些保暖的衣物也要带着哦。那 注意保暖。那另外就是尽可能是要有家人或者是朋友陪同。许大人爱做好保暖，开车上路的时阵嘛爱检视到爱换驾照的年纪。你必须要通过这个体格的检查，还有认知功能的测验，或者是经过医院来确认你没有患中度以上这些失智症。 交通部为民国106档规定，年满75岁的汽机车驾驶，每3档就要重新来换驾照。透过认知功能的检测，确保高龄驾驶袂因为身体机能老化，无法度安全赛车。记者王丽婷、明昭宽高雄报道。
咱再来看宜兰县政府最近3档的统计，县内计共有6个路口合则发生交通事故。进一步分析结果，嘛请主管机关来进行车道的调整、标志、标线的改善哦，嘛新设一寡庇护桥墩，也毋过所发生有倒摆徛去桥墩的意外。民众行伫斑马线顶悬，直接去互大货车肇事。有人要过人行道的时阵，去互西湾的车辆弄到，致使受伤。台湾的交通乱象，互人行伫个路顶悬都会感觉皮皮喘，致使有人行地角的歹鸣声。宜兰县政府提出改善的步数。那经过这样子的一个碰撞故图的分析，其实我们可以更了解事故发生的原因。那我们来针对这样的原因进行相关的一个改善的策略。根据县府最近3年的统计，县内60个路口开发生交通事故，致使民众受伤。亲像宜兰市巨城南路，还有中山路2段的路口，2年来都发生20件交通事故，拢总有23个人受伤。这路口经过县府的拍图分析，已经请道路主管机关伫个路口来设置人行的庇护岛、车道调配，还有这个标志改善。就算讲路口已经有设庇护岛，不过要是部分的这路口发生乌倒摆，为着要探紧，直接讲徛去咧人行道顶悬。你突然多一个三角形，你怕车旁边没有比较明显的标注的话，车辆跟机车可能还是会撞过来。主要会有一些机车骑士他还不习惯说已经截角的庇护的功用已经出来了，依照以前的习惯。转弯，然后碰到我们庇护空间。公所干会当伫个新设置的庇护岛来甲设置警示灯，还有三角路线，避免讲这个汽机车徛起哩。若讲汽机车驶上人行道上悬，会当甲罚600至1800块的罚金。台湾要去除人行地角的歹鸣声，要是民众爱来配合。记者综合报道。公路总局推动苏花公路安全提升计划，其中和平段的部分本地要使用高架道路，无要经过和平村，直接通中林崩坑。也毋过昨暗伫当地开说明会，部落族人有真侪无共款的看法。苏花安可行性研究，2019年得到行政院核定，毋过和平到中这段路线还未得到共识。苏花界工程处14暗搁一届邀请地方的居民进行第4届说明会。除了原本规划汉本直透中人崩坑方案以外，搁规划一条为代替和平站接中人崩坑的路线。主方案就是海侧高架一路向南的这个高架桥的这个方案之外，另外也有一个就是局部高架方案，从目前台铁和平站南边透过这个局部的高架桥来通过这个三丰地华地子民南区。不过这2个方案拢采高架模式。村民质疑未来和平村可能会变烟化，尤其第2打卡已经成做苏花界重要休息站。若是往回车辆无要落交流道，对在地人转嫁甲生活影响是真大。因为台北打卡也是投入了2期，很多就是会给我们村民比较多生活上比较好的方案。那所以说，如果今天你们如果是走拉直线，可能对我们的生计会影响非常大。不过，有居民认为苏花界目前的车路，白日连假就塞车。对在地影响真大，加上路线讨论已经2年外，一直也未定案。安尼落去改善工程，唔知爱到抵当时。这应该是最简单的嘛，也没有实的阻力啊！你不要去管那个台，你真正是我们老百姓的，他们是来工作的呢。这条路是我们村民都走的呢。因为地方对路线无共识，苏花界工程处表示，会按来参与的代表要求。和和平村3个部落举行部落会议，举行部落主商同意权投票，有地方的共识了后才搁动工，希望会当伫2032年完工。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彰化县的梨林有98公顷的农地准备要种花，今仔早起举行说明会，嘛互相推选委员，也毋过部分的农民反对，因认为讲种花了后，因的权益会受到损害。公所是认为讲双方的认知无同，嘛强调讲会按照本地的时间表来推动。彰化县梨林镇李外九农地种花，镇公所15号早起伫咧保安宫举办规划说明会，也佮有种花协进会委员选举。不过部分农民表示，政府是假引种花之名来抢农地，不仅事前无充分提供资讯，农地经过种花了后，也佮会损失20%。而且还要支付真悬的工程款，相当的无公平。本身情况是我爸没有接到通知单，只有人跟他说要重划，然后拿了一张申请单说，请他写，
然后因为我爸不支持重划嘛，然后我们连单子，造成说我们连单子都没看到。事后我询问隔壁的，他们也都没收到。啊，你中话都会爱靠，咱讲实在爱关堆出来，对无吼？啊，搁伊个缺点，堆爱分配，定分配。我会伫路边伊分配，唔知要分配倒了。李林镇公所表示，这届中划面积为98公顷，牵涉到370位地主，其中7成拢签署同意书，主要是当地民众反映有这个需求。公所敢若是徛伫咧协助办理的角色。中划了，若是土地属于水路、公路的边啊，就袂有持有的损失，也无需要支付工程款。农民这一块是用土地负担去处理，所以基本上是不会有拿钱，然后透过土地重划的方式，土地可以交换分合，有临水临路，它变成它也再拿这么多出来做负担，相对是不公平的。虽然部分农民甲镇公所见解无同，但是早起投票的过程真顺利。镇公所强调，协进会展开运作了后，会将中划案送入去内政部土地中划工程处来审查，后续搁再进行工程的设计，期程上少也搁要1年。记者中华报道。桃园市政府提供公私立各中小学免费的营养午餐的补助，所以桃园沿海大园、观音、甲新屋这3区学生的营养午餐的费用，都唔免搁用到机场的回馈金甲台电的经费咯。回馈金机场的回馈金大约是6000多万，未来要安怎使用这嘛有真侪讨论。排队底饭，学生囡仔伫教室享用烧滚滚的营养午餐。这学期开始，桃园部分公私立的各中小专门提供免费的营养午餐。大园也唔免搁由机场的回馈金来支应。对加出来的6420万回馈金，要安怎运用，地方激烈讨论。就是提拨当健康检查费，给你的这是运作费用，那剩下的大概800万左右。就给公所当建设费用。张善政的政见不应由我们大原人民来承担，不应该把这笔钱再留在区公所做建设费用，因为所有的建设费用都是市政府要拨下来。比较拿捏2个议员提案，上界大的差别是基础建设的部分。环保局表示，现金补助文化工业活动、基础建设拢是伫回馈金合理使用范围。会由公所会证了后，送噪音回馈金审议委员会来审议，决定最后的版本。两规划案没有问题，后续会由区公所签报市府通盘考量后，再送航造基金委员会审议。另外，观音甲新屋因为大潭电厂的原因，今年也分别得到3900万甲2770万的台电促进电力发展营运协助金，初步规划用伫学校顶教学使用，也有道路路顶的修理，才地方基础建设。记者综合报道。来看顶个月，台东县有一个民众骑奥多拜经过一户人有饲鹅、互鹅虐佮放假，就去报案，要求警察爱甲这个主人上班。也毋过后来，台东地方法院认为讲，这个主人并无要求这只鹅去吓惊人，鹅嘛算是高罪应该袂去惊到人，所以裁定这个主人免罚。庄凯人饲鹅真普遍，看到生分的人挖紧鹅嘛，亲像大部分的动物共款发出叫声。经过外口的人，捌有人叫鹅的喙吐着，煞着青惊。毋过鹅敢会咬人咧？台东一间专业的饲鹅场是讲，鹅其实真无胆，毋过威胁到伊共款嘛，亲像大部分的动物共款保护家己。说攻击性也没有，就是刚好一冲出来这样。它其实它很胆小，如果说你没有去攻击，还是说你没有就是威胁到它，它可能就是不会了。顶个月，伫台东卑南乡有一个民众骑机车经过饲鹅人因兜，煞叫鹅甲讨，煞着青惊，所以报警处理。警方依照社会特殊维护法，赶人也是见在动物惊人，会甲饲主上班。毋过台东地方法院认为，饲主并无赶人，也是见在鹅去攻击人，而且鹅看到戆呆，袂惊到人，无构成违法要件，所以裁定饲主免罚。但是他认为本案的这个动物是鹅。那鹅这个动物呢，本身形象上面并不会吓到这个经过的人。
台东地方法院定定是讲，虽然饲主免受社会特殊维护法罚3天以下的拘留，也是代表12000块以下的处罚。不过，伊的牙造成别人受伤，也是财产损失，被害人也是会当提出另外的刑事，也是民事求偿。记者综合报道。来看编号568的台湾乌熊，至今捌着上2届，治疗好势了后，嘛也放2届。也毋过，伫去年底，互3个拍赖的人杀死，这3个男人嘛互判刑，因为因拢无前科，所以是判缓刑3档。昨林务局甲这只乌熊送到大华细山去台，这3个男人嘛拢有出席伫议。甲编号568的台湾乌熊带入5号坑内底，大家合力甲砍土，完成安葬的仪式。当时林管处特别选立大雪山森林游乐区一带无游客会到的所在，互二度野放失败的568当暝离原车底。当时嘛准备大量乌熊爱食的可豆科食物的种子，嘛等下橡实，希望生长变林。这些果实也象征着森林里面美好的礼物，远离人为活动的区域，让它回归山林，就不再受到打扰。这样568一开始编号711伫工寮冰箱找食物的画面，互人印象真深。伊二度中陷阱，二度野放，要求顺利了替改编号，但是伊无转运。搁出现已经是胃头呕出来，伊互母界3个男人误报死亡，3个人后来互判刑6到10个月不等，因为无前科缓刑3年。画面上拍上马赛克是3个人，14号下早嘛出席仪式，表达抱歉甲歉意。他们很真诚的，就是愿意参与仪式的过程当中，他们是真的是真情流露的，带着泪水，然后来表达他们心中无限的忏悔。大家围上一个圆，轻声甲发，倒来到厝啊。568摆出现伫有人的所在，规身躯拢是伤。伫死亡了后，林务局加强宣导，误报乌熊通报会当免除刑罚，另外嘛提供生态给付的奖金，嘛宣导会当免费换发改良式的蜡区，降低伤害。命运真坎坷的568总算安息，永远回归心灵的怀抱。记者林正梅、夏基文台北报道。有红菜头故乡称号的台南将军区，最近红菜头的大出，也毋过因为今年的气候异常一分地的产量只有5000斤到8000斤，甲以前至少12000斤到16000斤是差真侪。台南将军区的农民实手的采收红菜豆了，接落来又搁装箱准备交予中盘。但是今年受到气候的影响，红菜头毋但生袂大，产量又减少，像是安尼一地1分地，大约采收7000到8000台斤，甲往年12000台斤到16000台斤来相比，产量是减真侪。除了过这2-3年，它价格一直不是很高所以说造成我们做契约的，然后在市场上卖，它也是不赚钱，所以它。整体产量，但是这2-3年是有在减。今年的温度它太剧烈，寒流连续的寒流所以造成它的产量大概少了，起码有2成到3成。减产的主因就是去年9月栽种了后，拄到旱灾，又搁拄到坐坡的寒流，加上去年因为市场的影响，栽种的面积比去年就已经减少2成，今年又搁拄到减产，伤害搁较大。将军区农会有股红菜头市场供给量减少4成以上，产量大概也跟去年同期相比减少的2成，所以说我们预估整个我们供给市场产量的部分大概会减少4成所以说今年的价格会比较提高一点点。将军区的农会是表示，将军区栽种秋作红菜头面积大约200公顷，去年9月栽种了后，经过3个月了，就会当采收，无受到拄到旱灾、低温2种天气的打击。毋但农民无趁钱，恐惊嘛连带有关市场的绩效。记者郑云台报道。2月20开始，特别开放香港、澳门的民众来台湾自由行。观光局表示讲，往过香港、澳门的民众来台湾9成以上拢是自由行所以应该真紧就有民众来佚佗咯。东部的旅游业者嘛呼吁讲，政府应该拍拼，互东部的交通愈利便，来增加游客去东部旅游的意愿。师傅用番薯粉、蚵仔甲卵。做出这道香港的蚵仔煎，这是港澳旅客上较爱食的台湾料理之一。伫台北市西门商圈，英国嘛是港澳自由行旅游的热点。经过疫情2年外，听到港澳自由行总算是解禁，点头的心情嘛真复杂。
我们也是很期待，可是有报的话是不敢说很大的希望，至少有一点希望来讲的话，对我们讲都是很好。现在能撑下来的话，几乎都是老店。你如果新进来的店，几乎已经都全部都收光。这种进前港澳的旅客是来台湾旅游主要的客源之一。以1808年12月份做例，迄个月来台湾的日本旅客有22万多人，港澳有19万5347个人，比韩国旅客较侪。台湾东部的旅游业者讲，台方当然是真欢迎港澳的旅客来遮佚佗，不过嘛真期待伫中国疫情稳定了后，有消费力更较强的中国人来遮行搭。陆客这些不能来之后，又因为疫情关系，所以这几年台湾的观光业是非常的惨淡。当然，这个新闻发布之后，我们很希望它尽速能够成型。人都是从台北、桃园或是高雄进来，但是我们的南回、北回，交通铁路的要订票不是那么容易。受到疫情的影响，台湾东部的观光业2年多以来，拢敢来当靠新加等等的国民旅游大街伫经，亲像花莲县有袂少店头，拢已经挂要租人的看板，在地拢真期待讲，疫情了后会当搁一届迎接旅客，嘛希望政府规划搁较周至的交通网络，互旅客会当搁较有意愿来遮佚佗甲行搭。记者综合报道。最近创造真侪话题，开讲机器人 ChatGPT 有真侪功能哦，会当问伊问题，伊嘛会当改写文章，计使写电脑程序。推出2个月，就有超过1亿个人注册来使用。ChatGPT 嘛会当对听众者来提供生活上的建议哦。咱做伙来了解这款人工智慧到底是有偌厉害。这是 ChatGPT 网站的第一张，只要伫下骹的输入栏拍你想要问的问题，伊拢会回答。若无满意，阁会当阁问。ChatGPT 表示讲，伊会当做听众者的好朋友，含你用拍字来开讲，解决生活顶悬的各种问题。想问家人或朋友，但是又沟通不良，不好意思一直问，该找谁来帮忙？有问题可以跟谁聊呢？这时候可以问问 ChatGPT， 请他提供意见哦。想要问伊讲，听无的人是要安怎甲含听有的人来谈恋爱？那对方无想要学手语，阁会当问伊讲要安怎 ？ChatGPT 是回答讲，爱去说明学手语的重要性，分享家己用手语的经验，甲鼓励提供合适的资源，回答甲真实在。有时候遇到需要笔谈，担心写不好，这种句子让人看了很丢脸。这时候就可以交给 ChatGPT 来帮忙修饰文字。照手语的结构，拍我手语写字烂，定定电脑柄同学笑阮戆，请 ChatGPT 改作较顺利。等一困了后，就会出现修正以后这句。若是会当改字含句，若看到较深的文章 ，ChatGPT 嘛会当改做较好了解的，互听无的人拢会当了解重点。科技是一直在进步，那学来好好用这个工具，就会当互听无的人含听众者的生活更较利便。记者综合报道。年岁大后，真侪人拢会有心血管的疾病。医师提醒讲，若是发现胸坎窄窄、行几步路就会脚就会肿，这有可能是心脏的血颠倒并流咯。所以上好量早找医师去检查治疗。走路是会气喘，只要弯腰弄鞋带，脸是红的，胸部是闷的。85岁林先生具体就有心血管疾病，常常行无几步就感觉胸坎窄窄，脚嘛会肿。检查才知影心脏有3针半倒流的问题，而且已经强要袂抗得。经过医师评估，伊接受导管修补手术，将命捡回来。超音波再去比对，看这个位置是不是恰当。如果不恰当的话，当然还可以再换位置。这就是导管的好处哈。传统的开刀或者是小伤口开刀，基本上都必须使用所谓的这个就是心肺循环机哈。病人哈，其实还是会有所谓的这个全身性的发炎反应。医师表示，新型的导管修补手术机动性较悬，对静脉入去到心脏，透过超音波确定瓣膜合袂起来引起倒流的所在，再用机器加硬起来解决问题。这款手术唔免开心脏、空喙舌，大概4-5天就会使出院，比传统手术更较利便。提醒民众若感觉喘气袂顺、腹肚胀、脚肿，千万唔通大意。
并有出现一些，比如说会晕眩啊，或者是脚肿啊，或者是走路明显变得比较费力跟气喘的时候呢，那就近的就医，让医生做一些简单的听诊，对于这些瓣膜疾病呢，其实是有非常大的一个帮助。医师建议，若发现各样，爱量早找医疗团队评估。目前岛港的3江板倒楼修补手术，健保并无补助。记者麦上营曾俊由台北报道。各国的政府拢在推动电动车，所以自动驾驶的技术嘛愈来愈受到重视。亚马逊公司嘛成立发展自动驾驶客运车的公司，最近已经开始上路的汽车了。那么这回来看卖。加州中部的福斯特，街路出现一架造型真特殊的小轿车，驶到定点了后，乘客小连续落车，这个全部拢是乘客，也就是讲，这架小轿车并无驶车的人。研发这架车的公司是属于网络购物大厂亚马逊的子公司，叫做 Zoox。这嘛是新型的自动驾驶车的原型，头一摆驶去一般的车路。Zoox 这个名是为简单的细胞生物通风海草来的，甲海里的漩涡有共相的关系。所以 Zoox 公司研发的自动驾驶客运车，嘛强调使用环境友善的永续能源。双头并行的测试工作为去年开始进行，自动驾驶客运车先伫封闭的测试场接受试验，也若有按所谓 L3架构的风电休闲旅行车，先伫旧金山等等的所在，伫遐车路收集各种的行车资料。The L3 architecture is specifically designed to mimic that of the robotaxi. The goal of the L3 is to collect as much data as possible with the same architecture that will be on the robotaxi in order to decrease the amount of work from one platform to the next. So by validating on these Toyota Highlanders that we have on public roads, we're able to collect that data, validate to build our confidence that the system is operating as designed. 伫个无人的自动驾驶，除了无人的自动驾驶，一般有人驾驶的车辆，伫个有关国家政府大力推动之下，受到汽车产业的重视。美国三大车厂之一的福特公司，真有销的皮卡 F150，伫2022年推出电动版，为着避免车用电池海外供应链各出状况，福特公司按算投资35亿的美金，伫俄亥俄州设立电池工厂。When the plant comes online in 2026, we will deliver one of the lowest cost batteries produced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it's good business, and it's good for our customers. 按算2026年上线生产的车用电池是采用锂离子电池，这个技术的来源是中国福建的宁德时代科技，由中国授权生产的模式，取代两国共同投资。公司新闻，齐家人编译。来看哥斯达黎加有一个公园为蜜蜂起旅馆哦，望讲来帮助附近的花草浪花和生态平衡。这座蜜蜂的旅馆嘛，真有教育的意义。这间蜜蜂旅馆伫咧哥斯达黎加西北部的圣拉蒙中央公园内面，结构体中是一块一块中浪孔的茶甲竹啊，提供独居蜂甲无翅蜜蜂有所在通住。Digamos, en Costa Rica hay entre 600 y 700 especies de abejas y algo como 80-90% de estas son solitarias, que quiere decir cada hembra hace su propio nido, no vive en colonias. 全世界有90%的蜂是家己一只生活的独居蜂，因伫咧采花蜜的时阵，身体会去吸着花心，帮助食物授粉，对自然生态甲农作物有正大的帮助。也若这种蜂一般拢是会找长期的树啊，或者是打起的树枝来带。不过，即马即款资源是愈来愈歹找。联合国讲，亲像蜜蜂甲蝴蝶即款会当帮助食物授粉的物种，有绝症的危险。科学家想着解决的方法，就是采蜜蜂旅馆。Si no hay polinización, no hay alimentación. Entonces los niños sobre todo deben fortalecer eso y apoyar siempre para que haya cada vez más polinización y menos abejas muertas por insecticidas y cosas. 伫咧大城市内面，采正济蜜蜂旅馆，维持都市内面的生态平衡。公司新闻牛燕编译。下晡晡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12度，上悬14度；中部地区上低11度，上悬18度；南部地区上低16度，上悬22度；
东部地区上低13度，上悬17度；华东地区上低8度，上悬15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语台的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